如果你收咗15000一個月，你係諗住每日飲茶好定係打麻雀呢？我係唔做選擇啦，兩樣都照做。呢一棟新建嘅單間樓，喺咁多間房屋裏邊，呢間房屋係絕對靚仔嘅。總佔地136方，總建築623方，一共有29間房，分別5間2房1廳、5間1房1廳、19間單間。基本恒灘人都知道呢個位置㗎啦。我哋喺恒灘圈裏邊，恒灘小學、恒灘幼兒園都喺呢邊附近。周邊係比較成熟嘅一個住宅區嚟嘅。如果你係知道恒灘網紅小餅喺邊度，你就知道呢間屋嘅地理位置㗎啦。前少少呢就係恒亂中號。用實力說話，睇到滿千嘅電動車，你就知道租客幾火爆啦。呢間屋一共有5間2房1廳、5間1房1廳、19間單間。我同你計條數啦，2房1廳同你租800蚊嘅，500、4000；1房1廳同你租600咧，5、6、3000。單間同你收400，19間就7600蚊啦，收租15000幾。係咪幾個人呢？仲未計你水電收益喎。咁新嘅一棟單價，唔使你點樣花心思再慳去執噶啦。啱嘅話過嚟睇啊！